中医师说，改善那个胃溃疡的问题，要用纯杏仁粉泡热开水以后，温和了以后来调配那个食物来吃的，调配饭呢。有的对付那个胃的不舒服、胃蛰蛰、胃酸刺激造成的不舒服了，也可以用。苦茶有1汤匙半热饭这样来吃。西医的做法还不一样啊。揉肚子啦，揉肚子啦，热手摩擦生热，然后揉肚子啦，用热水袋敷胃部，舒缓疼痛。那个塑胶袋包热的东西，热饭也可以啊，然后来按摩那个胃部、肚子那边呢，肚脐的上面那边。少量多餐，清淡食物，不要喝碳酸饮料。你看，忌碳酸饮料、茶、咖啡、酒等刺激胃黏膜的食物。有的说头痛要喝舒跑，那个要用温开水冲泡，温开水调和，不是直接这样喝，要加温开水，可能1:1来调和。